你睇下我哋響海珠客運站，唉，邊度聽講有1000蚊個月啦？個個都躺平擺爛喺度，飯都冇得食啊！仲係1000蚊一日，你想多咗啦！3000台車，幾千個司機，分3班倒，但係不知第二批咁閪多司機感染啦，原來就咁樣瞓喺度，想唔感染都幾難。多睇下水都要自己帶啊，仲要帶樽咁大嘅水啊！睇下你啲老友啊，個咁樣躺平擺爛啊喺度，真係陰公，一鳩啊整3000台車過嚟，唔知咩意思，咩都冇得做，就喺度瞓覺，飯又唔派，要自己出去自己搵食嘅，你陰唔陰公啊？走啊，出去搵嘢食啊，肚餓啦，冇辦法，唉，車啊大把啦，司機啊大把啦，成班傻閪咁，傻唔傻啊？